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9月2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9月25号的胡适五大指数涨跌不一沪指跌0.01%，也就是上下波动最后搞了个寂寞。深成指涨0.67%，北证指数跌1.37%，创业板指数涨1.58%。这个创业板涨得还是不错的，这个科创指数也涨了1.24%，双创这个创业板好像又创了3年来的新高但今天对金融消费者来说好像不太友好一共是3687只个股下跌1467只个股上涨，典型的涨少跌多。不过今天这个成交额还是可以的2.3万亿基本上显示目前比较安全吧，也就是资金还是比较活跃的，毕竟这个金融消费者还是跃跃欲试我们看看这个机构是怎么看待后市。云财经讯说，高盛策略师认为，在宏观顺风、仓位趋势和有利的季节性因素推动下，新兴市场股票和货币将在年底前上涨。高盛将民盛新兴市场指数12个月目标点位从1370点上调至1480点，意味着还有大约10%的上涨空间。新兴市场货币在过去1个月里走强并跑赢发达市场货币。高盛认为，这一趋势将持续，因为套利、美元的周期性动态以及新兴市场股市出色表现都将支持进一步的上行空间。联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洪浩出席论坛表示他说每10年中国都会出现一波史诗级的牛市他说上一波牛市是在2015年，10年之前，上一波牛市是2005年，是20年之前。2025年之前，外籍投资者都说中国不可投资的市场，因为这个市场没有什么科技进步，平台公司都在搞外卖补贴等等。但是今年以来，我们在 AI、低空经济等关键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就是举世瞩目的，都是可以和任何国家媲美的。所以中国出口周期在不断上升，而产生的美元流动性在不断的回流中国。这个洪浩指出，沪指3900点和恒指26000点都远远没有反映过去几年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的成就，市场预期依然过度悲观，市场依然没有涨完，中国股市上升的空间依然没有结束。另外，随着国家对于上游企业不规范竞争的依法治理，大宗商品的价格也已经回暖。各位如果做铜商品，铜、铝、黄金、白银期货今年都会感受非常棒，黄金、白银是今年表现最好的资产类别，没有之一。这些资产类别的价格上涨将远远超过各位想象，这是一个世纪大牛市。专家说的大牛市首先专家把话只说了一半，每一次大牛市这个受伤惨重的就是金融消费者，被割得最狠的就是金融消费者。这也是为什么胡适30多年有几个人在胡适赚到钱了。这个专家回避这样的问题。第二个呢，这个专家他混淆了就是咱们现在这个什么科技成就 AI 低空经济等等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在世界上已经领先到什么水平了或者取得什么样的主事的这个瞩目的成就。反正 A 股上市公司里面对吧，有几个科技公司赚钱了，有哪家公司不是在讲故事？一个钢铁厂对吧，把厂房收拾买几台服务器放那儿，这叫算力股。说 AI 哪家企业赚钱了？何况这个胡适里面有 AI 上市公司吗？对吧？ DeepSeek 它没上市呢，抖音那个豆包，抖音也没上市阿里的这个什么，还有百度的什么，腾讯的那些东西有人在用吗？我不太清楚有什么商业价值吗？产生什么利润了吗？胡适上市公司对吧，跟咱们现实的这种所谓的科技发展并不是一码事。就到目前为止，整个胡适的利润呢，一半是来自银行、券商、保险公司，这一共只有100多家企业。恐怕如果再加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茅台，那恐怕剩下的企业就不赚钱了。你那些科技公司有利润吗？和贾跃亭贾老板的那个法拉利未来有啥区别呢？这个专家还说他说世界上有很多
滥竽充数的专家。当你听了别人推荐买股票亏钱，应该由你自己负责，而不是由所谓的专家来负责。也就是说啊，你不要听我的，对吧？我说什么是什么，对吧？你要按照我说的操作，那你赔钱，你赖自己，不要赖我。这是专家说的啊，就我的话呀，你听听就好了。这个演讲结束以后啊，这个洪浩再次回应了此前曾引发争议的年轻人别怕亏钱论。他表示，年轻人最大的好处是，如果失败了，还有时间可以从头再来，时间就是机会。黄仁勋年纪挺大了，他还成功了，当然他以前也很成功，但是真正被世人所称道的还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这个专家什么意思？这专家上一次在演讲的时候他说啊，年轻人不要怕亏钱，要敢干，接着干，就是上冲。这个专家他又忘了啊，第一个，年轻人冲得起来吗？他有钱冲吗？年轻人就是没钱，你让年轻人冲，年轻人只好负债加杠杆冲，他就借钱了啊，失败了那就老赖伤真心，想爬起来多难啊。专家说了，年轻人不要怕，该冲，不要怕亏钱。他这个话呀，放在20年前似乎还可以，但是在当下啊，确实又遭到年轻人的痛骂。然后他拿这个黄仁勋举例子啊，这就是叫什么？这就典型的叫幸存者偏差，对吧？一个黄仁勋啊出名成功，那实际上意味着这上万个多少万个黄仁勋啊失败了。黄仁勋冲的时候也不是年轻的时候冲的，他年轻的时候扫厕所，对吧？这是他自己说的，他年轻人也是在到处打工啊，扫厕所。最不同的是，黄仁勋是在美国啊，这两个地方市场一样吗？环境一样吗？完全不一样。美国有个人破产法，对吧？如果你在美国买了房，对吧？按揭贷款还不起了，那房子给银行，你就没事了，应该是这样的吧？反正在大国不是这样的啊。如果你买了房子，按揭贷款还不起，你把房子给银行，这事就完了吗？没有啊，你还欠银行钱。这个房子啊，只是你还银行的财产之一。如果这房子跌价了，那它不能覆盖你欠银行的贷款，那你还得给银行钱，还有律师费、执行费等等。也就是说，你买了一套房子，那在美国呢，那顶多是你把口袋清空了，你啥也没有了而已。但是在大国呢，你很有可能不仅口袋清空，你还倒欠银行钱，你怎么爬得起来，对吧？这是不同吧？还有啊，你比如说股票减持，这个今天啊，界面新闻报道说，黄仁勋连续4个月减持英伟达股票，累计套现2亿美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文件显示，英伟达 CEO 黄仁勋通过多次交易，以每次卖出5万股或7.5万股的频率，连续4个月减持公司股票，成交价格区间为每股174.82美元至184.38美元。此前的6月、7月、8月，黄仁勋均减持了英伟达股票。今年3月，依据 10B5-1 规则，英伟达披露了黄仁勋计划最多出售600万股股票，上述减持是此轮出售计划的一部分。其实我想知道啊，这黄仁勋减持有没有小散骂他？美国有没有专家骂他，说你大股东不该减持，对吧？你是英伟达的 CEO， 你是老板，你不该减持，有没有？就为什么美国人不骂他？你在胡适啊，你哪个老板减持都要挨骂，这就是对吧？两个市场不同啊，所以你举例子不要拿黄仁勋来举例子，你举例子要拿贾跃亭举例子，因为贾跃亭是2个市场都踩过，对吧？2个市场都横汤，哎，这贾老板绝对的啊，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的案例，对吧？他胡适他非常了解啊，胡适横汤，哎，到了这个美的那个市场，人家一样的啊，在那玩的风生水起。刚才专家说了啊，咱们这个科技公司啊，高科技，今天这个经济观察报啊，它有篇文章，应该是24号发表的，它标题叫莆田商人的火腿上市公司花3亿跨界投芯片。首先说莆田商人，咱们都知道啊，莆田医院，对吧？一打上莆田这个标签，这感觉你就要小心一点了。莆田商人的火腿上市公司花3亿跨界投芯片，这是应该高兴呢，还是应该警惕呢？这个可是经济观察报报道的啊，说曾推出火腿冰淇淋、火腿饼干的精致火腿，就002515，这次跨界玩得更彻底了。公司计划投资3亿元收购一家光通信芯片公司20%的股权。9月22日晚间，精致火腿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精致半导体有限公司看好 AI 产业趋势和光通信行业的市场前景，认可中成什么微电子啊，在光通信芯片领域国产化发展能力。总之啊，他投了他20%股份。2025年6月，福建莆田先油企业家郑庆生收购精致火腿部分股权，成为公司第1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你看看啊，人家这玩呢啊，这就是胡适搞
什么并购啊，资产怎么并购啊，玩这些花活，你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他先收购金字火腿股权，就在2个月前收购完之后啊，然后他就宣布再花钱去收购一家芯片公司20%股权。哎，这给我感觉怎么着都像是在讲故事。这个现年69岁的郑义生，从创办蔗糖厂起家，就是做糖的，旗下产业涵盖房地产、汽车销售、教育等领域，名下公司包括福建庭虎、福建益生房地产有限公司、宁波庭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阿斯顿马丁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仙游金石中学等。你看看，郑义生入主金字火腿后，金字火腿于7月先后成立2家子公司，叫金字新科技有限公司、福建金字半导体有限公司。天眼查数据显示，上述2家全资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郑虎啊，为郑义生之子，为这家视频企业跨界收购埋下伏笔。你说说啊，这个所谓的什么中成微电子，如果真的好的话，他为什么不自己上市呢？对吧？创业板、科创板不都是注册制吗？为什么要玩这种收购呢？大家想一想，这就是专家说的，咱们胡适的科技，这个造火腿的啊，马上就成为造芯片的。我都说过了啊，一个钢铁厂把厂房收拾，放几台服务器放里面，那就是算力股啊，对吧？那印刷名片的居然也叫算力股。可以说啊，无论是 A 股还是港股，咱们现在有企业能对标美国的那7家公司吗？你要说收入市值可能有勉强啊能够跟人家去碰一碰的，但是啊，这些企业都是什么企业啊？都是平台，对吧？都是靠先发优势，靠垄断，他们在科技方面可以说是乏善可陈。这里面发展好的就是腾讯，对吧？腾讯的市值、腾讯的股价、腾讯的收益实际上都是不错的啊。咱们从一个企业来说，我们不能说它不好，但是你说在科技领域它到底做了些啥？扪心自问，这个腾讯到底做了些啥？还有阿里实际上也不错啊，包括京东啊，这些企业啊，那都是不错的企业。如果就从这个他赚点钱，对吧？哎，他提供这么多工作岗位，他交这么多税，从这一说他都没问题，都是不错的。但是你说非要对标人家科技企业，那他们确实啊称不上。我在2022年大概是6、7月份，也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不久，那时候正好啊，各大资本市场股市都在下跌，中美之间啊有那个审计底稿的事，是吧？纳斯达克要求所有的国家上市公司都必须要交出审计底稿，这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导致这个中概股啊暴跌。我在会员节目里面，对吧？推荐大家，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啊推荐大家去买股票，是在会员节目里面推荐大家去买这个纳斯达克的京东、阿里，然后港股的腾讯。但是我说啊，5年之内要翻倍，翻倍了就可以走。我记得当时阿里好像是不到$70啊，60多吧。现在多少？现在好像160还是多少？但是实际上啊，这个在去年我也在会员节目里面已经建议啊，如果你买了的话，你就可以走了。反正那个时候差不多100多了，120了，差不多翻倍了。它现在还在涨，能涨到多少咱也不知道。我当时推荐是因为我认为这个京东啊、阿里、腾讯被低估了，它这个低估是纯粹是因为双方啊中美之间沟通不畅导致的。而且这个阿里、京东、腾讯不管怎么说啊，不管咱们经济怎么样，但是它在咱们这个经济的这个位置中啊，他们还算是优质资产，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是严重低估，因为它暴跌啊，就那几个交易日就跌了差不多是30%、40%。咱们把话说回了啊，也就是咱们的上市公司里面以讲故事的为主为多，真正搞科技的，而且给大家带来收益的，这个非常少，少之又少。所以不要被专家啊混淆了视线。我们天天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语数科技，它还没上市呢。说的这个 AI 对吧？大模型 DeepSeek 也没上市啊。反倒是360这种的，哎，你今天大数据我也搞大数据，你明天是什么高利贷我也搞高利贷，后天是什么这个大模型吃香他也搞大模型，就这种公司天天在胡适里面讲故事，啥概念他都能蹭一波。我们再看啊，这个说924行情已满1年 ，A 股市场显著回暖，多数主动权益基金也实现净值修复，但是啊，仍有10只基金亏损。说数据显示啊，截至今年9月24号，仍有10只基金在过去一年录得负回报，其中东财价值起航混合发起式 A 股亏损最多，亏损幅度达9.74%，而这些基金中，有的因未及时提升仓位而错失机会，有的因板块配置和个股选择失误而业绩不佳。如果你要买了这些基金，那这个所谓的指数牛市啊，也是涨了个寂寞啊。不过啊，也有基金是赚钱了啊。近日，基金圈流传一则涉及某某基金经理疑似因赌博被警方带走的消息，在业内引发广泛关注。根据上海市长宁区
政府官网公开的行政处罚信息，9月8日，一名叫谢某增的人员因疑似参与赌博被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行政拘留10日，并处处罚款500元。根据网传消息疑似涉事地点为 KTV 等娱乐场所。作为基金管理人，如果因违法行为被限制人身自由，可能直接影响其投资决策能力和基金正常运作。按照业绩惯例，基金经理如此类情况，公司通常会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确保基金运作不受影响。说面对外界的质疑和询问，西部立德基金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知情、不予置评。这种相对谨慎的回应方式，如基金公司通常对负面传闻进行紧急澄清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市场的猜测。什么意思啊？这个报道说来说去就是现在很多基金因为业绩好了，这个基金经理这个就又开始飘了又开始这个叫什么会所嫩模，去 KTV 嘛，想找回旧日的这个荣光又进入娱乐场所赌博，当然恐怕还有其他的这个从侧面也说明这个沙滩上建高楼这个指数牛市还是有一定的效果这位基金经理他就一改胡一进老师那种抠抠搜搜的那种做态。胡一进老师这个牛市赚钱了，对吧？他对经济的贡献就是买了5条 Polo 衫。你看这个基金经理好歹是吧，去会所消费一把，对吧？这拉动经济的作用比这个胡一进老师那要大多了。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报道说让股民长期安稳赚钱的资本市场才能给实体经济更长久的支持。说曾经 A 股市场股价波动大，资金快进快出，垃圾公司抽血多，回报股东少，企业直接融资难，投资者赚钱更难。2024年9月24日，一场覆盖投资端、融资端、上市公司治理等全方位的立体式改革坚定推进。1年来，1+N 政策体系落地见效，资本市场生态焕然一新，让投资者安心，更为实体经济构建长期稳定的资金蓄水池。说这一年的改革成效让我们坚信，只有构建让股民长期安稳赚钱的资本市场，才能给实体经济更长久的支持。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表示随着一系列有体系的改革加快落地，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也会进一步加快融合发展，对于中国资产质量提升而言有重要意义。资本市场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角度也会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央广网报道这个观点首先我觉得恐怕上海建工爷叔不一定支持我看了一下这个上海建工爷叔现在显得更加这个叫焦虑焦躁。这么多年10几年这个上海建工股票起起伏伏的，最近因为突然5个涨停，离这个建工爷叔整体解套好像差不多已经到了它最高3块888嘛，建工爷叔好像是3块8，这是综合成本持仓成本。但是很遗憾爷叔他没有抓住这次机会。大家看视频反正是现在我们杭州上来现在每天有几百个亿成交量，谁讲普通话？对，有成交量，我听不懂，公司就有希望。对，就怕那个一天2、3千亿、2、3千亿，他妈要死不活的，那个最害怕人了。这个最害怕人了。如果这天天都是2、3万亿、2、3万亿根本就不要怕。你现在可以睡觉都可以睡，你睡在那里就行了，睡在那等。对不对？对你这样一说嘛，人家肯定要买的呀。买你肯定买，对吧？肯定买的。你认为好嘛，你就买，对不对？他不劝你买，我当然不能劝你你希望他们买，对吧？劝不劝？我也不说。这些话吃力不讨好，吃不得羊肉，肉来生羊烧鸡，这些事情不干。做好事。我思想觉悟没那么高，我这个也不害人，对不对？我也不害人的了。学雷锋这个学雷锋，我思想没那么精高。我讲我老妈妈80万我都去捐给国家了，雷锋精神。天天我报纸上保证表扬我，你看他把80万都捐给国家了。啥？我说你妈的，我同意吗？我家里人也不同意，对不对？我同意吗？我叫儿子媳妇也不同意，双算嘛，对不对？不怕等，对吧？不怕等对不对？我现在也不后悔。我现在也不后悔。我想问一下，你那个涨停板，第一个涨停板和后面涨停板是怎么处理的？你的票？跑了3个，跑了3万。3万第一个涨停板跑了1万，第二个跑了1万。不是，
我第一个好像偶先，第二个，没有第一个好像我是第二个，第四个。第5个这样跑哦，跑了3万，3万跑了3万，10万可以。不是，后现在还14万了，因为原来我跑的前就走了，还14万。哦，跑了14万，我现在不想准备再跑了，要涨到4块5、4块以上，要涨到4块以上，不说4块5啊，4块以上。连以前的是跑的4万股，或许啊，耶稣自己也记错了，一会儿说他卖了4万股，一会儿说他卖了3万5千股，到底卖了多少股，恐怕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了。什么地方卖的，也只能说明他卖飞了，他对自己的操作应该是非常不满意。但是呢，他表现出来的啊是不在乎，无所谓。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建工收盘价好像3块09分，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离这个建工耶稣抄底吧，那还有一段距离，因为建工耶稣上一次就是第一批卖掉的那个价位。不知道在哪，恐怕是在2块4、2块5或者2块6。你要不低到这个位置，它补仓就不合适了，那它就相当于它成本越买越高啊。然后往上走吧，它还是后悔，离它3块888的最高点，对吧？它大部队在那儿没走，所以说现在每天啊看着这个波动啊，看着股价，心里不是个滋味。它还要计划啊，1到3年这个建工啊能涨到4块或者4块5，它再走。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真要到了4块，它还是走不动，因为就在几个月以前啊。他说只要涨到3块5、3块8他就走，真到了3块5、3块8，他有没有走的勇气，对吧？他有留念，这就是散户的特征啊。不过耶稣也说得很清楚啊，他也不劝你炒股，即便现在他认为是牛市，他也不劝你炒股，因为知道啊，就是牛市你也赚不到钱，因为耶稣是经历过牛市的，耶稣是从牛市过来的，被套12年，再加3年，那就15年。你说人生有多少个15年，是吧？你看耶稣说了，他不劝你炒股，自己决定。这个我们看看胡一进老师啊，这胡一进老师今天啊写了一篇这个评论啊，这个评论可以说非常典型的啊，也反映了胡一进老师的风格的一个这个和胡一进老师水平，也就是胡一进老师老手一样。他是这么说，他说中国这些年光发展了，什么都在迭代，没打仗。他说如果我们凭一股冲劲都图个痛快，这些年至少应该收拾过好几波挑衅者了。菲律宾得挨揍了，之前还有越南东边钓鱼岛，也就是按照胡一进老师说法啊，就是我们完全可以把周边都打一顿，但是我们没有打，对吧？上天好什么之德啊？我们全心全意发展经济，所以对他们的挑衅啊视而不见，没打。然后他拿俄罗斯举例子，你看俄罗斯把周边国家都打了一遍。这个胡一进老师这个评论非常有意思啊，就我们简单的说，就是胡一进老师想表达的就是一切都是刚刚好啊，叫增之一分则多，对吧？减之一分则少，叫恰到好处。也就给4个字啊，胡一进老师说来说去就想说这4个字，一切都是恰到好处，服了，对吧？你们其他国家都学着点。胡一进老师是不是为了这个安全的顺利的拿到他每个月的退休金啊？这是布置给他的任务吧？歌颂嘛，恰到好处啊，左一点也不行，右一点也不行，上一点也不行，下一点也不行，对吧？多一点也不行，少一点也不行。最后是感谢、感恩、感激。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